来看一名爱台湾的德国人乌塔。乌塔因为伊爱阿雀文化来到台湾学华语，落尾伫台湾结婚生囝，这点就超过35档。也因为查某囝伫有脑性麻痹，乌塔就安尼伫台湾注心推动美术治疗。咱做来看乌塔伊的故事。起来，1、2、3。哦，站太久了，要快一点坐下来，好不好？乌塔徛伫咧马场，提起查某囝安安，徛马就爱专心，要放松伊的筋肉。过来倒固定安安的脚后肚，伫咧马边啊，含伊同齐走，就是要训练伊的平衡感。他小时候。在做复健的时候，就听到有这个马术治疗的。那因为小时候骑过马，所以就对这个很有兴趣。后来就投入到里面。今年62岁，对德国来的乌塔，因为查某囝安安有脑性麻痹，转投入做马雅辅导治疗师。对查某囝8岁，训练到伊即马31岁啊。乌塔伫咧台湾学美术辅助教育，伫尾20年，服务过100多人。几当前对中华民国美术协会理事退休了后，逐礼拜三拢固定对淡水落去桃园新屋马场做志工，继续训练像有妥瑞氏症、自闭症等等特殊需求的囡仔。他好像是我们台湾所谓的马术治疗界的教母啊。那因为有他，然后马匹助人的工作一直到现在。一个人跑，我就比较没有什么兴趣，可是陪着小朋友跑，我就很有劲儿。华语讲到不了认登的乌塔，和台湾的缘分，爱对1981年来台师大读华语讲起。伊伫迄个时阵熟悉即摆红婿，生了一对，所来伫咧中央广播电台主持节目到大，用德语小解台湾好食好耍的。Hier ist Radio Taiwan International, am Mikrofon Uta Rindfleisch mit dem Programmteil Kulinarisches Taiwan. 因为感觉台湾比德国更较自由，乌塔讲台湾已经是伊第2个故乡啊。伊讲新年的愿望就是囡仔会当平安健康，继续伫咧马碗的面顶坐好食食，享受天地做伴，勇敢过日的自信。记者阿敏珍、曾佩文，桃园报道。